呢兩日就俾 Jimmy 歐陽洗晒版，我當然即刻走去揾下佢嘅出生資料啦。今次就唔使上維基啦，原來占星網站嘅 database 咧本身已經有佢嘅星盤資料，雖然冇出生時間，但係我哋都可以睇到佢嘅太陽同月亮星座。佢係太陽雙子座，月亮人馬座，呢個組合就已經解釋咗點解佢可以作為一個棟篤小藝人啦。太陽係我哋可以發光發亮嘅地方，雙子座即係憑住佢嘅言語說話、聰明才智去得到人哋嘅認同。而太陽旁邊呢，仲有一粒海龍星嘅，呢個組合呢就好有趣啦。海龍星代表另類同小眾，好容易呢俾人忽視啦、貶低啦，俾人覺得你呢同大家格格不入。而 Jimmy 作為亞裔移民，喺美國主流社會，一開始當然要好努力咁樣去融入當地社會，仲要面對種族歧視、語言隔膜，或者俾啲同學仔笑添。但係佢就係靠住海龍嘅力量，將呢啲原本係弱點嘅嘢反轉變成咗笑話，將自己另類嘅地方變成咗優勢。呢個就係海龍太陽最強嘅演繹，用你嘅傷口變成最有力量嘅光芒。至於佢嘅月亮人馬座，就解釋咗點解佢內心咁中意探索學習，同埋佢跨文化嘅家庭背景。佢都用咗佢嘅好奇心同不停學習嘅精神，不停嘗試，終於成就咗佢國際化嘅事業。而憑住月亮人馬嘅樂觀精神，可以發掘到人生有趣嘅地方，發揮佢嘅幽默感，講下笑。不妨留意下你嘅太陽同月亮星座背後都隱藏住你人生方向同埋成功密碼。你人生嘅方向，你可以發光嘅位置，全部都寫晒喺你嘅星盤入邊。有興趣了解多啲，可以領取我嘅占星體驗課，一齊揾出你獨有嘅人生密碼。